Hello， 大家好。伍淑清，美心創辦人伍占德嘅長女，喺反送中運動之後，一連串冇事實根據、冇民意授權嘅親政府言論，再加上放棄言論一出，市民群起放棄同埋抵制佢持有嘅美心集團。時間過咗差唔多1年，到底美心集團同埋伍淑清最近還好嗎？你最近還好嗎？像愛看少女漫畫嗎？呢條片首先會回顧伍淑清嘅言論，第二會講解美心集團嘅公司架構，第三分析2019年美心集團下半年嘅業績，亦即係抵制對佢嘅影響，第四會分析2020上半年嘅業績，最後會做一個近期嘅展望。因為我們根本不是一個民間的協會，我們本身是很多婦女、很多家庭都希望我們發聲，破壞公共措施，而且是影響大家全世界對香港的安全的概念。企業界大家都怕死，不敢出來，會放棄，我不會浪費時間跟他們談事情，因為他的腦袋已經不清楚是自己應該做什麼事情，你腦袋已經放了另外的概念，他已經是不可能挽回。最後，雖然美心集團出咗個澄清，話伍淑清唔代表美心集團，但係打個比喻，若果你放狗，隻狗喺街度咬人，你作為主人唔阻止佢，其實你係默許緊佢咁做。跟住會講解一下美心集團嘅公司架構。集團分別係由牛奶國際有限公司同埋香港食品有限公司各持50% 嘅股權。雖然大家嘅持股對等，但係經營權仍然都係由伍氏家族嘅香港食品有限公司擁有。牛奶公司主要從事零售同埋飲食嘅業務，現時喺新加坡、倫敦同埋百慕達上市。主要股東係怡和洋行，而怡和洋行係一間業務多元化嘅國際集團。集團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酒店、金融同埋汽車銷售等業務，而集團公司現時亦都喺新加坡、倫敦同埋百慕達上市。而喺牛奶公司嘅財務報表顯示，美心集團係屬於一個冇控制權嘅投資，亦即係話只要每年美心集團佢交到數上嚟，日常嘅經營佢哋係唔會過問嘅。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到，牛奶公司同埋怡和飲食集團最近出咗一個儲分計劃 YUU。若果以現有已經加入嘅品牌，再加上美心集團，就可以再一次證明佢哋個集團嘅影響力係有幾咁大。而另一方面，香港食品有限公司佢嘅主要業務就係經營同埋持有美心集團嘅股權。目前單一最大股東晉康投資有限公司，由於佢唔係香港註冊，所以未能夠分析佢係由實際邊一個去持有。同時，伍氏家族喺香港食品裏邊總共持股17%，持股量比任何一個股東為多。伍氏家族亦都喺董事會佔大多數，同埋亦都係董事會嘅主席。以上都能證明伍氏家族擁有緊香港餐飲嘅實際控制權。而大家熟悉嘅伍淑清，佢持有0.33% 香港餐飲，亦即係話佢間接持有美心集團0.165%。而美心集團主要喺香港同埋東南亞經營餐飲業務，業務包括中菜、西菜、東南亞菜、日式、快餐、西餅，品牌嘅種類繁多。就算喺同一個類別裏邊，例如中餐，佢都會有自己唔同嘅品牌。而相對於香港整個嘅餐飲業，佢嘅影響力亦都大到驚人。例如2019年美心集團嘅總營業額大約係211億，假設有80%嘅營業額係嚟自香港。再比較政府公布嘅2019年食肆總收益金額，美心集團大約佔咗15% 香港嘅總銷售，亦即係話來自香港總餐飲業每10蚊嘅營業額，有過半係來自美心集團嘅。呢一種壟斷嘅情況，其實最終嘅受害者將會係消費者，所以我哋亦都多一個原因去抵制佢哋，希望多啲小店可以發展，市場亦都可以多元化。第三部分財務分析，首先呢個分析係參考咗牛奶公司
2018年同埋2019年嘅全年財務報表同埋中期報告，亦都參考咗香港餐飲2019年嘅財務報表，睇翻營業額。由於反修例運動喺2019年下半年發生，所以睇翻呢一段時段營業額嘅變化，就可以分析到究竟抵制對美心嘅影響有幾大。2019年下半年嘅營業額14.7億美金，比2018年下半年係上升咗2.75%。喺呢一方面，其實見到影響係不大，營業額仲有輕微嘅上升。最諷刺嘅係，以政府公布嘅數據，整個香港嘅餐飲行業2019年下半年係比2018年下跌咗13.11%，亦即係話美心喺逆市裏邊亦都仍然錄得一個增長，成績係非常之唔錯。第二項會睇嘅係稅後利潤。2019年嘅稅後利潤係1.7億美金，比上年下降咗19%。但係睇翻利潤下降嘅原因，主要係由於折舊同埋利息支出嘅上升。呢兩項費用亦都同抵制冇關係，所以從稅後利潤嘅角度去睇，抵制亦都係唔成功嘅。第三項會睇嘅係店鋪數目。2019年總數目係1753間，比上年多咗455間，係35%。店鋪上升嘅原因，主要係由於泰國嘅 Starbucks 上升引致，亦都同呢個抗爭無關。總括三樣數據，喺2019年底香港餐飲業萎縮嘅情況之下，美心集團仍然錄得一個唔錯嘅數據，可以見到抗爭嘅運動對於美心集團嘅業績嚟講係冇一個負面嘅影響。而喺香港餐飲嘅角度嚟睇，美心集團喺2019年總共發放股息5300萬美元，比上年多咗5.1%。同時佢亦都按年收取美心集團管理費3.73億港元，比上年多11.46%。綜合呢兩點，喺香港餐飲嘅股東角度，放棄論之後，佢哋嘅經濟上並無損失，而且實質金錢回報上仲有增長。第四項分析2020年上半年嘅業績。第一項營業額8.73億美金，比上年下降咗29%。比較翻香港嘅整個餐飲業嘅營業額428.5億港幣，呢個金額比起上年係下降咗28.7%。可以睇到兩個營業額嘅下降其實係相若，亦即係話美心集團嘅營業額下降係由於大圍環境經濟嘅變差嘅機會率係比抗爭運動嘅機會率影響為高。第二項唯一嘅好消息，由於美心集團錄得嘅虧損，所以2020年上半年為牛奶公司帶來2500萬美金嘅虧損，比起上年轉盈為虧。上年係錄得3600萬美金嘅盈利。由於牛奶公司佔美心集團50% 嘅股權，所以估計美心集團2020年上半年錄得5000萬美金嘅虧損，大概等於3.9億港幣。接住落嚟做多兩項關於未來嘅分析。第一，頭先提到美心集團喺2020年上半年應該錄得3.9億港幣嘅虧損，但係說時遲那時快，香港政府已經以保就業計劃輸送翻4.16億港幣俾美心集團，而接住落嚟相信好快會有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到底呢啲係咪就係傳說中嘅溫暖就一下子傳遞到我的全身了呢？然後呢，謝爺姨跟我握手，我可以感覺到謝爺的溫暖，就一下子傳遞到我的全身了。第二係關於兩則新聞嘅。第一則喺2020年7月，一名喺美心大埔月餅廠工作嘅員工確診，美心表示就將相關嘅原材料同埋月餅銷毀。第二則就係今年8月，美國規定香港製造嘅產品將要由香港製造轉為中國製造，再加上邱局長表示美國咁樣做係指白為黑。嗱，呢一個做法呢，大家即係睇落去都清楚啦，呢個係指白為黑。到底乜嘢係白，乜嘢係黑呢？無論如何，呢兩件事都會令到月餅出現信心危機，從而需求下降。所以奉勸各位今年就唔好再炒賣美心月餅啦。做一個總結，雖然喺數字上表現唔到呢場運動對美心嘅影響，但係憑我嘅觀察同埋好多媒體嘅報道，都可以見到好多香港人已經用佢自己嘅方法去抵制美心，而反映唔到喺數字上。估計有兩個原因。第一，由於自由行同埋遊客喺2019年仍然都係可以嚟香港旅遊嘅，所以佢哋嘅消費可以抵消到部分降低咗嘅營業額。第二，由於美心開始將佢嘅業務分散去到東南亞同埋中國，呢個都減弱香港利潤降低嘅影響。
今日條片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支持。如果覺得幾好嘅，請 share 出去。如果未睇藍店成績表第一集嘅，可以喺呢度睇返。呢個頻道會繼續做金融相關嘅分析短片，希望下條片見到大家。拜拜。